厝想讲要扣赎，拢会买互法院拍卖厝，也毋过因为毋知影要安怎投标，煞互人变去，或者是找卖厝中人公司共款互人当做潘仔。法务部中华行政执行署就杀拍卖厝投标的课，免贵要甲人价，拢总100个名额，伫咧短2点钟内，随互人小钱报名了。上课会当了解知识，互大家拢讲实在冒死啊！2008年，美国触及贷款，法院拍卖厝变做无人要管的麻烦。但根据内政部统计，台湾法院拍卖厝移转伫咧2017年头一遍来升悬，去年到今年是愈来愈悬，但是市场愈热，问题嘛愈多。法务部行政执行署特别邀请银行经理免费来传授投标的撇步。我们宣布第3次完就不可以再出价了。看准法院拍卖厝有商机，民间的业者开班上课，学费卡袂到，就是上千块，甚至几落万。因为安尼，这个免费的课一推出，这2点钟100个名额就抢了，以后免加开钱来请代表的公司，家己嘛有专业，是真的好。本来就对法拍屋有兴趣吧，可能都不知道要怎么投标，不然就是可能要委托那个代办公司之类的，就要再多花一笔钱。法院拍卖的厝，除了会当投资，家己住嘛是捡好康的机会，但爱详细了解投标的办法，才袂来出问题。只希望能够让民众能够了解法拍流程，然后能够贴近我们强制执行程序。法院拍卖的厝是比一般的行情搁较俗，但是嘛有可能会调着，所以除了清楚流程，嘛是爱亲身来看，确定厝内的状况、甲环境，也搁有含这物人的关系，千万唔通因为贫惰也是贪心来失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